为了避免冲突，不和思想不同的说思想，为了减少矛盾，不和不谈道理的谈道理，为了活事远离，不和不怀好意的接近，为了轻松快意，不和斤斤计较的一起，为了避免冲突，无甲思想无同的讲思想，为了减少矛盾，无甲无讲道理的讲道理，为了好事远离，无甲无怀好意的接近，为了轻松快意，就爱甲不良的人分开。